主后2023年1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帝听受造界，圣经咱做来听读创世纪第8章第1节到22节。上帝无袂记得挪亚，以及甲挪亚伫大船内面的精生甲野兽。上帝予风吹大地，水就渐渐消退。深渊的水源甲天顶的水门拢关密，天无搁落雨。水对地上渐渐退去，150日后，水直直消退。7月17，船调伫阿拉腊山，水搁渐渐退，一直到10月初1，山头才出现。过40日，挪亚开伊所坐大船的窗仔，放一只乌鸦出去，乌鸦飞来搁飞去，一直到大地的水消退。伊搁放一只粉鸟出去，要看水对地面消退还未。毋过，粉鸟找无歇困的所在，就飞转来大船挪亚遐，因为全地还有水，哪伸手指伊，带入大船。7日后，挪亚搁放粉鸟出去，到闲，粉鸟倒来伊遐，喙甲一叶新的橄榄树叶，挪亚才知水已经消退。伊搁等候7日，放粉鸟出去，粉鸟就无搁转来。到挪亚601岁正月初1，地面的水拢干，挪亚拍开大船的盖，看到地面已经干。2月27，土地拢干啦。上帝对挪亚讲：你甲你的某、你的囝、你的新妇拢着出大船。你嘛着予遐个有肉体的活物，包括飞鸟、精生甲得白的动物拢出来，予因伫地上生炭，加添真济。挪亚就甲伊的囝、伊的某、伊的新妇拢出来。所有的走兽、飞鸟、得白的动物，甲地上一切的活物，各照因的种类，嘛拢出大船。挪亚为着上主起一座祭坛，对礼仪上清气的精生甲飞鸟中间，带一部分来伫祭坛顶献做烧化祭。上主闻到祭物的香味，心内就讲：我无要搁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土地。虽然人对细汉心所想的拢是歹，我无要搁照我以前所做的毁灭所有的活物。大地若还有存在，灾症、收成、寒热、冬天、夏天、日时、暝时，拢会继续。以上。上帝听受造界。大水泛滥期间，上帝毋仅纪念挪亚和伊的家人，也顾念甲伊伫船里的所有动物。上帝叫风吹大地，水开始消退。7月17，方舟靠伫阿拉腊山的一座山顶。阿拉腊山尾的最高峰有5000公尺。大水来临的时，上悬高峰拢予水淹过，水还继续涨。悬过高峰7公尺，
超过5000公尺悬的大水量，需要真长的时间才会当完全消退。大水不断消退，山风开始出现。过40日，若想要知影大水消退的情况，就放出一只乌鸦。这只乌鸦飞来阁飞去，直到水拢退了，还是无飞转来。若阁放出一只粉鸟，要看水退还未，总是大地还互水淹咧，粉鸟无法度歇骹，就飞转来。若伸手甲伊接转来船顶，过7日后，伊阁放出粉鸟仔。黄昏的时，粉鸟仔夹着一叶橄榄新叶飞转来那遐。橄榄树通常生长伫较低海拔的地带。若对粉鸟仔夹着橄榄新叶转来，知影下位的水也退啊。过7日，若搁再放粉鸟仔出去，即摆粉鸟仔无搁飞转来，显示水完全退了。大水日地上总共1年搁10日，大水全部消退后的正月1日，若拍开船挂，探头看四界，看见地面开始干，毋过还未照干，直到2月27日，地面才全部干。前一年的2月17日，大水来临的迄一日，是上帝为挪亚关船的门。当地上全干了后，上帝甲挪亚讲会当落船，挪亚就甲家人拢离开船。船里的飞鸟、牲畜、走兽通拖也拢对船里出来。上帝应允要互这个飞鸟动物、走兽通拖伫地面上繁殖生态，遍满大地。所以，若全家离开船，所有的鸟兽、通拖也各照其类，成群成阵落大船。船外一片欣欣向荣，方舟也完成提供避难的任务。出船以后，咱所做的第一件代志就是献祭。伊为上帝起造一座祭坛，搁对礼仪上清气的精生甲飞鸟中间，带一部分来伫祭坛顶献做烧化祭。换一句话讲，咱带偌济种清气的精生甲飞鸟上船，伊所献的祭物就偌济种。上帝悦纳挪亚所献芳芳的祭，决定无搁再因为人的行为咒诅大地。人的邪恶，捌互大地含其中的生物连带受毁灭。总是大水了后，上帝决定要束缚大地甲其中的生物。上帝知影人本性就心思邪恶，所以伊应允无搁再因为人的行为咒诅大地，也无要搁毁灭地上所有的生物。上帝疼世间人，也疼伊所创造的世界。上帝应允，只要大地还有存留的一日，地上一定有夜景，有收成，有寒热，有冬天，有夏天，搁兼有日甲暝。默想，上帝疼世间人，上帝也疼伊所创造的世界。上帝疼我着安怎甲上帝同心来保护这个世界？上帝疼世间人，上帝也疼伊所创造的世界。上帝疼
我着安怎甲上帝同心来保护即个世界？咱做伙来祈祷。创造天地的阿爸爸，感谢你应允无要阁因为人的罪来咒诅大地，互大地充满你的恩典，阁互我会通伫你祝福的大地安然徛起。我要常常称谢你，珍爱你所赏赐的一切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